张先生，梁先生，怀瑾，我来跟你道别。明日我就要出宫领辅大人。什么？言官弹劾了您吗？定是因为我。是我自请降旨的。公主夜叩宫门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我身为督导，未能禁止。有负官家众多，万不敢在居阁委实后路。今日，官家从我所请，削去公主宅督监之职。梁先生，对不起。我早知公主与驸马的情形，却未能善加规劝，出了事也是一味的隐瞒庇护，确实未起到督监的作用。今日受罚，并不冤枉。都是你。过去的事，我多说无益。望你好好想想，以后该怎么样做。现在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你能做的，也只能是设法逃生了。张先生，公主还好吗？你若爱她，就该时时刻刻把她的平安喜乐置于最重要的位置。她是自小被天下最尊贵的人捧在掌心的公主，没机会见到下面的危险。但是你难道不懂吗？你为何不与她保持距离呢？对于公主而言，走出宫禁，就走出了官家温暖的掌心；走进李家，便是沉入了寒冷刺骨、不见彼岸的深渊。我救不了她，却忍不住走到她身边，做一块浮木，让她暂时不至于没顶。挑唆贤妃欺凌驸马，欺蒙官家，使得言官群起围攻公主，坏了公主声名。任守忠，我看你这入内内侍省都知，是做的时间有些太长了。臣之错，臣只是太心疼公主，心疼官家。臣蠢笨，没想到司马光等人竟如此嚣张。前朝重臣是你议论得的。你根本还是不知错，一把年纪，连职责进退都不知道了。任守忠越职插手公主家务事，又凌硕驸马，妄论朝政。念他这几十年，尚算勤谨奉公，此次初犯，不予重罚。从今日起，闭门思过3月，好好反省反省。
臣知错。各位都知都是宫内老人了，身居高位，越来越多逢迎谄媚，少有斥责之声入耳，以匡正言行。尤其要时时自省。言官们一起为李伟立正，官家降李伟官，让他出京的诏书就没能执行，只罚通30斤了事。怀柔知道后，就一直把自己锁在房中，对我只说一句话：怀姬没有错，不能责罚他。来了。他想爬出去，觉得只要爬过这层高高的障碍，就能自己做主了。傻！被我拦着，被我挡着，他就想出去。放开他！没我拦着，他也只能朝着可能有石、可能有水、可能暖和、可能没人会碾死他的地方爬。怎么会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呢？官家，地上凉，坐久了腿疼。快30年了，大娘娘走了都快30年了。她当时就是坐在这儿，对我说：“不许我娶我喜欢的那个姑娘。”说她不适合做皇后，说给我定了
平卢节度使郭崇的孙女，把我喜欢的姑娘许给了刘从德。我心里那个憋屈啊，不愿意，想着种种办法，至少不娶郭氏。但是不行，最终还是娶了她。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瞧，在当时，郭氏确实比我喜欢的那个姑娘合适些。这是上天让我去看看大娘娘的心，去看看慧柔的痛苦吗？流言四起，他们已经把怀吉传成了一个祸主的妖怪。他们是真的忧心忡忡，但是我知道，怀吉他其实只是想保护慧柔而已。娘娘，公主到了。娘娘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没有去皇城寺闹，总算懂事了些。怀吉呢？我今日都有好好的吃饭睡觉。爹爹答应过我，说只要我好好的，就不会为难我身边的人。梁都监走了，韩婆婆也走了，怀吉呢？你爹爹自不会骗你。那么何时才能让怀吉回来？你随我来。公主宅勾当内臣，职务虽重要，但以往即与其礼遇过甚，使其非但不与家臣同列，还与驸马平起平坐，乃至奴婢视之亦如主人，确实不妥。此事可交与太常理院议论。陛下，臣以为更不该的是如此重任让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内侍担当，而如今这勾当内臣年轻又言行不谨，颇有轻佻之处。梁怀吉自小跟着朕，
年纪虽轻，进退得当。朕深知他的才华品行，非一般年轻内侍可比，因此才授予勾当内臣一职。若说有错，那便是朕的错吧。臣希望官家明察。传说中，梁怀吉在公主宅中不着内臣服饰，在外人面前以都尉自居，甚至离间驸马与公主，以致其夫妇失和。此事是否属实？若梁怀吉不着内臣服饰，故意使人误解为都尉之事属实，可见其惑主求荣之心。而官家竟也为其表面所惑，更见其阴险作假之能何等了得！如此阴险狡诈之人，怎能不严惩以肃恭敬呢？徽柔，娘娘，怀吉不着内臣服饰，是否属实？是，但是是我逼他的。确实有外人曾见过吗？是，有，在大相国寺，在酒楼。我只是觉得他穿文人服饰很好看。是有人误解他为驸马都尉吗？在那之后，你依旧让他穿文人服饰陪你外出。你真是胡来！你看见了，你爹爹已经自己出面，想为怀吉挡住言官的唇枪舌剑，但是你这是早早将最利的剑交到了旁人手中。不，怀吉是无辜的，怀吉是无辜的。娘娘，他们会将怀吉如何？他们会逼爹爹杀了他吗？我们让爹爹把他们关进牢房里几日，他们便不敢再如此胡说了。徽柔，你爹爹是官家，他不能为了你一个以暴君的方式阻塞言路。那怎么办？那现在谁能救怀吉？我宁可死，都不能让他们伤害怀吉。若是要治罪，也应该治我的罪。徽柔，如今也只有你能救怀吉了。徽柔，你怎么来了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女儿知错了，女儿会改。只要爹爹放过怀吉，只要爹爹答应不伤害他，我就愿意回公主宅。
无论立位母子再说什么，我都不与他们发生争执。爹爹答应你，绝不伤害怀吉，你且放宽心。真的？明日我让怀吉送你回公主宅。我答应了公主不伤害你，但我不得不处罚你，给台检一个交代。否则不久后，御史台可能会再拿出一堆证据，来质疑公主的品性操行。是。明日我会下令，把你逐出京师，配西京洒扫班。离开京师之前，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臣只希望不要让公主看着臣离去。怀吉，你要去哪儿？公主，臣想去相国寺为公主买点吃猪肉。这猪肉味道确实不错，不过你要去买，也不用自己亲自去，随意叫个小黄门去买，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猪浑身上下都是肉，他们不知道哪块好吃，不会选择。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过天色不好，像是要下雨了，你得快去快回，早些赶上我才是。我不要肥肉，要净瘦的。制猪肉还是拌肥瘦的好吃，带些油脂，口感更佳。可是吃了肥肉会胖的。
钟贵人，是要买蜘蛛肉吧？这儿，恰巧有一匹刚烤好的，还烫手着呢。您自个儿瞧哈。我要这一块。好嘞。净收的。好嘞。 麻烦张先生将蜘蛛肉带去公主宅，交给公主。这。 就是这里了。公主她又什么都没吃吗？嗯。公主说，让我们烤2个芋头来。芋头？昨天、前天，她都只吃芋头，为什么喜欢吃芋头？ 你是新来的吗？我叫怀吉，你呢？我叫洛洛，洛阳城里见秋风的洛。真是个好名字。
你还会背诗呢？我会背很多诗。谁教给你的？我娘亲是尚美人。尚美人。洛洛，我以后再来找你玩。他淘气，打扰先生了。我年轻时争强好胜，与先皇后争高下。后来，我们一起被赶出了宫。再之后，他死了，我被送到了这里。那时，我以为我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，在这儿等死。直到我收养了他的姐姐，我有了孩子，一切都变得不同了。他姐姐出嫁了，我又收养了她。做母亲呀，真的能让一个濒死的人重生的。今岁以来，灾异屡增，日食地震，江淮腾溢，风雨害驾，民多菜色。此正陛下侧身克己之时，而道路之言皆云。陛下近日宫中宴饮，微有过差。官家，娘娘，娘娘，皇后这是怕我嫌药苦少喝2口，特意过来监督吗？味道不错，回柔肯定喜欢，一会儿让人给他送些过去。回柔这次回宫来小住，他开心吗？他喜欢妹妹们，常去周娘子、董娘子那儿看妹妹，自己缝布偶、雕头钗送给妹妹。回柔会笑了吗？我却不敢去看他。他一见我就会问：“怀吉在哪儿？你没有杀了怀吉吧？你是不是已经杀了怀吉？”其实，驸马曾恳求我，让徽柔见怀吉一次，得知怀吉安好。他也是厚道，对徽柔有真情，不忍看他如此。但是言官若知道，还是会说话的。言官的话呀，
司马光又借着天灾让我反省。风闻陛下在后宫饮酒无度，放纵情欲，频频宠幸侍阁。我听得都有些糊涂了。一面又说我是圣君明主，这个圣君明主在他们口中贪杯好色、昏聩懒惰。你信不信？司马光他们，也许连朕现在喝的药都认为是谄媚之人进献的壮阳药啊！两个小耳朵，好可爱。看我看着你推着走，快上车喽！小猪猪上车喽！小猪猪有点大。猪猪接住，拿着玩吧。猪猪，你今天想要什么彩头呀？芋头，圆芋头。芋头，芋头，芋头。前几日，官家晕倒，不欲让外臣知晓，以前一日饮酒过多未能起身为由取消了早朝，言官们才会有如此揣测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病倒，那么奏疏要比现在更多10倍，逼我趁着还没死赶紧立储。你知道我的，我也不是贪恋这权力，非要传给自己的亲子。你知道我其实已经，我做了周全准备。我知道，在官家心中，社稷万民最重要。言官他们只是太忧心了，所以才会冤枉官家。官家只是不甘心。我不甘心，我当然不甘心。我可以立贤良的宗室为太子，可是上天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儿子？我不是明君吗？我没有行仁政吗？我不够体恤百姓吗？若是圣德宽仁，当有子孙谦益啊！也许他们说的没错。若上天保佑我，醉醒来就不会死去。若上天想让我有子嗣，那么董娘子接连3次有身，也会有一个皇子。董娘子这几日身子好些了，能起身了。慧柔日日去看妹妹们，说是9公主，能认得几个字了。11公主说话越发利索了。小13一出生，模样长得最像官家。去看看孩子。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赶快传太医呀！
公主。公主走到一口井边时，忽然停住，说了句什么，然后一下子跳了进去，周围的人谁也没能拉住，幸亏内侍们反应还算快，将她救了出来。慧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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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啊！是不是李伟又来了？姐姐给他打出去，好不好？公主，听话啊，咱们先不进去，里面啊乱哄哄的。我要去看大姐姐，我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大姐姐。傻猪猪，大姐姐不要这些。大姐姐为什么不要？笨猪猪，是你喜欢的东西，大姐姐只要怀吉。爹爹，什么是怀吉？爹爹，爹爹，怀吉在哪儿？他还好好的活着吗？爹爹，猪猪说是要怀吉。爹爹，猪猪是说他的生辰礼物不要别人了，替大姐姐要个怀吉。元亨曾经告诉我，他想要留在公主身边，公主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人。好，那我就将前尘往事放在心中。可我才知道，他已经被贬出京城了。张先生，求你想个万全之计，便包个包庇，将他接出宫，然后跟我团聚，好好生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不可能啊！西京宫业少了个罪奴，这边都不会过问的。怀吉他不是普通罪奴，他出了什么事让公主知道，定会发疯。若爱惜公主，为何不让她回到公主身边？若皇家的名声比公主重要，我看京上对女儿也不怎么爱惜。住口！梁元生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先生，您知道，元生就这一个弟弟，若这次救不了他，什么产业、什么性命都不再重要。况且我弟弟变成这样，本就是朝廷官员的错，是皇帝的错。你说什么？我上过战场，救过贪官，我对大宋朝廷有功，大宋朝廷对我家有罪。你再替娃娃把衣服吊得更好看，好不好？她以后就是我的女儿啦。好呀，那你想她以后做什么呀？我想让她生个小娃娃。我是说，你以后想让她做什么？生小娃娃呀，最好生2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以后想让她做司事、司药，还是上服、上仪之类的？我想让她当娘亲，我最喜欢当娘亲，她也最喜欢当娘亲。张先生。
起来收拾一下，随我回京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茂泽见过上娘子。哪里还有什么上娘子呢？娘子可还有话带给官家？我头几年盼着官家能原谅我，接我回去。后来盼着官家还能记得我。不过现在我过得很平静，很好，有自己的生活。茂泽，我此生还能见到东京的旧人，也很开心。不过，就请别对官家提起我。你且留在宫中，在公主入省尽忠时，让你们可以见上一面，让她知道你平安无恙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以前那样的相处，是不能再有了。臣谢官家与娘娘。你也不能再回苗娘子阁中，回头让邓督知，给你再寻个居处。日后做什么，待我再想想。但为避免引起台谏注意，品阶高的职位也不能再得了。那公主，我已向她承诺你会回来，让她回公主宅中去了。重阳那天，公主会入宫，你们在皇后那里见一面。臣谢官家恩典，但重阳那天，臣能与公主远远相望一眼已足矣，无需再在皇后阁中相见。你是怕与公主见面时会太动感情，还是怕皇后旁观之下会尴尬？臣怕看见公主的眼泪。你退去吧。总有朝臣传那些立储的闲话，总使忧心忡忡。他身体本就不好，心思又重，现在干脆闭门不出，不见任何人。
今日他让我代为向官家、娘娘请罪，说是实在起不来，不能来赴重阳节宫宴了。你好好照顾宗师，也要多多安慰他，让他不要想得太多。官家做什么决定，都有他的道理，绝对不会是一时冲动。娘娘从小是养过他几年的，一定知道，纵使他两弱尽忠，接进来送出去，他经历过多少不安和难过。如今，他是真的想躲开是非，就让我们一家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娘娘，涛涛绝不是故意假装，要不，娘娘求求官家，将我们一家外放。涛涛，我自然知道，这金光闪闪，让千千万万人可望不可及、艳羡不已的东西，其实很沉重。可是这东西，到底该是谁的？它不该是你的，机关算尽，也得不到。该是你的，你便不想要，也未必逃得开。可是，仲克、仲真呢？他们都去找徽柔了。若徽柔能选，大概也宁可不做这个公主吧。徽柔曾经是最幸福的姑娘。人生在世，福祸难料，祸患既至，就要尽量减小它的损害，增加它的福祉。说宁可二字，是最无用的。仲克，大姐姐，仲克把你给我的香水全洒了，他拿瓶子去捞鱼。仲克，这瓶蔷薇水本来就用完了，我才拿去玩。你胡说，明明是满瓶。半瓶蔷薇水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瓶。现在吗？大姐在抢水吗？倒吧。看看这个，像不像蔷薇？大姐姐，抢水的奶。喂，对，傻子，偷偷的饭才是。蔷薇入水，不就是蔷薇水啦？我去找点柳枝给猪猪编个花冠。姑姑。
公主看到了，怀吉安好。爹爹是永远不肯把怀吉还给我了。温柔见到怀吉了。见到了一面，没有哭闹。到了时候，自出宫，回公主宅了。一会儿还是让茂泽去公主宅看看。涛涛没跟你说什么吗？还是那样，求官家给宗室一个外放的职位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你信吗？臣妾不敢说。臣妾不是涛涛，无法揣测他真实的内心想法。哦，若是你呢？让臣妾情窦初开的是少年登基、实行仁政的官家。赵祯与官家从来都是一体的。当时，臣妾整日幻想，生成男儿身，可执戈，亦可执笔，辅助官家成就伟业。后来，臣妾真的到了官家身边，心里越来越清楚，在官家心中，最重要的是国泰民安。臣妾知道，天下好，官家才安心。臣妾的赵祯才能安心。臣妾心中自是天下最重。这汤不错，你也尝尝。宗室是所有宗室子弟中最聪明也最勤奋的，人品也端正。只不过，我总觉得还欠了些通透，爱钻牛角尖。罢了，便是醉星来长大了，也未必就真的比宗室更好。我自己就算生出了儿子，也来不及教了。
官家还没起，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我得见官家，张茂泽让我来的，是公主。公主，慧柔怎么了？公主在放火。慧柔呢？慧柔在哪儿？调殿前司去救慧柔啊！立刻带上怀吉去公主宅。官家，慧柔怎么样？官家放心，怀吉已将公主救到安全处。给朕梳头，今日在崇政殿议事。官家歇办是吧？等先让苗贤妃把回柔接进宫来，助几时？不可，公主宅起火，必定会有人议论。若朕再停了议事，更显得此事严重。今日又是见司马光，若是临时变了不见他，他更要给回柔加罪名。朕没事，有些事也该对他们交代清楚了。刚才着火的时候，我们都睡着了。等闻到烟味，火已经不小了。我们把公主拉出着火的房间，可公主低起头又扑到自己身上，说只想见您。张先生让人立即进宫报讯。幸好官家让您回来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梁先生，梁先生，国舅夫人她出事了，快来快来！照顾好公主。夫人原本是在外观望的，见先生来了，她脸色变不对了。后来先生带公主离开，她更是不高兴。刚开始还只是恨恨的抹泪，大概越想越生气，就索性跑进屋里，尽是要自焚的架势。驸马忙过去拦她，拉她恳求她，可国舅夫人铁了心就是不出来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娘，我求你了，出去吧！在师傅面前，我求活得像个孙子。我求你了，娘！让娘出去吧，娘！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今日我就是死了，也好过有一天让你们活活的气死。夫人，别这样，夫人，小心，夫人，国舅夫人，夫人。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，像庙里的贼秃驴一样惦记着别人的媳妇。我今天就是死了，我的阴魂也会缠着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要啊，夫人！冷静一点，夫人！不要啊！快出来吧，夫人！夫人！夫人！冷静一点，夫人！你冷静一点，夫人！冷静！不要！快救火！快救火！水！拿水！水！快！我们救火啊！救火啊！水！你是来看我何时咽气的吗？娘，刚才是梁先生冒着危险救的您，娘。他救我金婚安好心。你是怕我死了，官家和大臣们不会放过你吧？若非如此，你那么恨我，恨不得一把火把我烧的骨头都不剩。
好让你和公主乐得长相厮守，风流快活。我不恨夫人，我也不恨任何人。我当时为何会进去，我自己也说不好。不过我想，不管当时是谁在屋里不出来，我都会进去的。不管那人是不是国舅夫人。这全天下的好人，都让你梁先生一个人做了。你宅心仁厚，有菩萨心肠，倒是我阴狠歹毒，对你非但不知成全，反倒是步步紧逼，做足了恶人。你竟会不恨我？我确实是罪不容恕。如果我有幸有一儿半女，又遇到如今这样的状况，我自己也会痛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侍臣。夫人有恨我的原因，但我却没有恨夫人的资格。你说好端端的，谁愿意板起面孔，一起心肠做恶人呢？孩子老实巴交的，逆来顺受，吃了亏也从不声张啊。他是打碎了牙齿和血吞。你说我这当娘的，我看着能不着急吗？啊！我知道他不会哄人，公主不喜欢他。好，我们认了。我们大不了把公主当仙女一样的我们捧着供着不就是了吗？可是公主既然嫁到了我家，这说起来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是我家的媳妇儿。你倒是可以终日里躲在宅中不出门，可我儿子驸马，他得经常出去见人呐。他从来不与人争什么，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做了半辈子的好人。可是为什么如今要受这等的折辱，遭这样的罪呢？梁先生，我知道你不是坏心眼的人，你模样好，又懂事，知书达理的。你能不能跟公主好好说，你们日后疏远一些，别再生事了，就让我们这一家子人安安分分的过下去吧。你就答应我吧。你就答应我，你就别再找上公主了，否则我的儿子怎么活呀？娘，我求求你了，梁先生。先生，先生还是留在宅中吧。公主醒来后，若不见先生，又会难过。司马光，劝朕选宗室子入宫的人不少，但是只有你直白对朕说，因为这一年几次发病，以致朝臣人心惶惶，深恐那日突然有不测，没有钦定的继承人，天下大乱。你此言可谓是对朕不敬，却是一片忠心。好吧，告诉你也无妨。
朕早已想好，选宗室入宫了。臣自觉说出这一番话，罪可至死，却未能想到官家肯纳谏。死罪？哼！秦这才是骂朕。将今日所议之事记录了，送中书去讨论吧。臣以为此事，官家应亲自与执政廷议，以示郑重。朕今日有些乏了，改日朕会召韩琦论此事。韩相公，司马思监来议论盐税时，我这边盐税事不值得特地找韩相公来说。那今日与韩相公说的是宗庙社稷大事。官家决定让宗室入宫了。官家今日虽点头，但是并不甚坚决。是望中书议论，亦为下手诏。如此议论，恐怕又会无限搁置下去。隋光虽坚持请官家亲自下诏给中书明示此事，却依然来告知韩相公。司马思监可知，今日凌晨，公主宅失火一事。光义早入崇政殿议事，倒是不知此事。选宗室入宫一事，宜早下预兆，否则，莫说官家可能摇摆。群臣也会有各种猜测，而宗室则会心中忐忑，更生疑虑啊。求官家让梁先生留在公主宅中。臣何府上下绝不向外泄露一字。臣还有一请求。你说。求官家娘娘与贤妃许臣纳嘉庆子为妾。我不是故意放火的。我半夜醒来，蜡烛灭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起床，只觉得四面都是墙壁，怎么也找不到门。我怕被关在那里，就从帐中取出熏炉，拨开找香饼做火种去点蜡烛。可是蜡烛怎么点也点不亮。我就去吹香饼，
却把火星吹到沙漠上烧起来了。不知怎的，那火越燃越大，我竟觉得很高兴。是不是把那些墙都烧掉了，我就可以看见你了？公主千金之躯，以资珍重，以后切勿轻易触碰火种了。我只是想见你。温柔在哪儿？温柔，温柔。我看看。都尉请求官家允许你暂时留在公主宅陪伴公主，官家答应了。都尉还求官家许他拿嘉庆子为妾。师父，怎么不进去伺候？官家说要静静想事，不让人在旁边。官家，来了。官家，宗师如何？挺好，但是不如官家。好，不说，如此大事，臣一介内臣不敢智慧了。宗师很好，如今群臣猜测，他多半是皇储人选，却没有名分，难免惶惶不安。不坦然也是常情。朕便算真有亲子，也未必就能教得如他这般好。罢了罢了。待得没有了朕，他的疑虑自然就去了。鸡汤故事，则宗室子使之宗正嗣。明日下诏，宗室知宗正嗣。是。这样群臣心中也就都明了了。嘉庆子，你从小跟着我，虽名为主仆，但你在我心中便与姐妹无异。你放心，我不能为了自己牺牲了你。我会去与爹爹说，不能拜你给驸马做妾。不，我愿意给驸马做妾。你这样为我，我越发不能让你替我受苦。对公主来说，驸马的爱护是受苦，但是对奴来说，能日日陪着驸马，哪怕一辈子得不到他的真心，也是享福。你说什么？我喜欢驸马。喜欢驸马？难道公主嫌弃驸马，他就不配被别人喜欢吗？
他极善书画，但从不以此为傲。写字画画于他，只是悲伤时的宣泄，孤独时的陪伴，欢喜时的愉悦。别人不懂他，他没有不平；别人看低他，他没有记恨。他是奴婢见过最敦厚、善良、宽容、温厚的男子。奴情不自禁僭越了，奴万死，请公主降罪。嘉庆子，我好羡慕你，你能和你喜欢的人一辈子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。